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13节。耶稣行过去的时阵，看见一个出世是青面的，门徒问耶稣讲：“rabbi比，这个人出世就是青面的，是啥人犯的罪？是这个人呢？是伊的父母呢？”耶稣应答讲：“也毋是这个人犯了罪，也毋是伊的父母犯了罪，是要伫伊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第4节，着趁着日时，咱必须做迄个找我来的工作。暝时要到，就无人为做工。我伫世上的时阵是世上的光。耶稣讲了即个话，就吐喙烂伫涂骹，用喙烂甲涂膏抹伫青面的目睭顶。对伊讲：“你往西罗亚的池仔来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红车犬。伊去一个洗，回头就看见伊的厝边甲迄个树上，看见伊是伫乞食的，就讲：“这毋是迄个早前坐伫求乞的人吗？”有人讲是伊，阁有人讲毋是，却是亲像伊。伊家己讲是我。因对伊讲：“你的目睭是安怎开的？”伊应答讲：“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伊糊涂用涂膏抹我的目睭，对我讲：你往西罗亚的池仔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因讲迄个人是伫倒位？伊讲我毋知影。因就将早前青面的带到法利赛人遐。搁来第28节到31节。因就骂伊讲：“你是伊的门徒，阮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讲话是阮知影的，只是即个人阮毋知影伊对倒位来。”迄人应答讲：“伊开了我的目睭，恁竟毋知影伊对倒位来，这真正是奇怪。阮知影上帝无听罪人，只有敬奉上帝、尊敬伊旨意的人，上帝才听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这个时阵，咱要请杨新照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各位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互咱通搁一届做伙组织，做伙来敬拜伊。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要特别来关心西罗亚以及其他遮盲人、盲朋友的事工。我想通过咱拄则西罗亚合唱团因的分享，以及罗科长伊的分享，当得到侪的感动。即款的事工，检测咱短时间咱感觉无一定看会到果效，总是我确信这是真重要的事工。伫这上界需要、生命上界无五望的人的中间，通过咱的服侍，咱通为伊来点一拍灯，为因来带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我确信上帝要通过即款事工，大大来祝福伫咱。西罗亚合唱团是咱双连教会所支持、所设立的一个合唱团。咱拄则有看到，因拢是视障的朋友目睭无方便的朋友所组成。因主要的服侍的事工，就是受邀请到家乐、学校、教会，也是大家机构、团体来做诗歌的分享见证。通过安尼，当引带较侪人来认捌上帝。阮到大家单位去的时，拢爱小可解说讲，为什么因会叫做西罗亚啦？因为特别若毋是教会团体，就较无了解。因为号做西罗亚，就是咱今日。因为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9章的经文，圣经嘛讲，西罗亚这个字翻出来意思就是互上帝差遣、受差遣的。所以西罗亚因号这个名，就是望整个合唱团通成做一个互上帝所差遣、上帝所使用的奴仆，也通过因的手，通成做侪人的祝福、侪人的帮助。咱今日看这段经文是真重要，也真有意思的一段经文。特别讲到苦难伫咱人生内底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今日要用较简单的时间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对基督教的信仰来看，苦难的意义是甚物？基督教安怎看咱生命内底的苦难？和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信仰是毋是有无共款的所在？
我想伫咱一般咱的台湾这个宗教的环境内面，一般人对苦难的想法是啥？就拄亲像耶稣的学生因的想法同款。因感觉讲，咱若是拄着苦难，就因为就一定是咱做毋对啥物代志，所以因果报应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即款想法。但是咱看到耶稣伊的想法真无同款。耶稣伊感觉，伊认为人生命内底苦难，毋是完全无意义。耶稣伫今日的经文，伫今日伊所行的新约内面，伊对人生的苦难，互伊一个正面的意义。伊讲人生的苦难，永远会当显明上帝的工作，会当显明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代志。当伊拄着即位一出世就失明的人，耶稣伸手来医治伊，通过伊手所做即款的新约，成做一个真重要的记号。知影上帝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主要就是要为这个活伫黑暗内底，这个百姓带来一个光明。伫咱头所读的第5节内面，耶稣也讲，伊是世上的光，伊要为这个世间带来光明。像是咱若看经文的描述，耶稣所带来医治，所带来光明，毋单单是这个肉体的欠亏那点。这个失明的人，伊毋仅肉体的病痛得到医治，我想伊的生活。伊的人际关系，伊属灵的性命，共款拢重新来得到起造。我想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咧看苦难一个真无共款的角度。咱毋是用逐款方式要来闪避，要来拢莫拄着苦难。我想咱的想法毋是安尼。咱知影，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有当时会拄着苦难。一部分是因为咱做了毋对的代志所造成，这咱必须爱反悔也悔改。总是有一部分的苦难，无法度用即款的方式来解说。亲像约伯记内面，约伯所拄着的，就绝对毋是伊做啥物毋对的代志，所以受到苦难。伫即款的苦难临到的时，圣经甲咱讲，毋通袂记得要上帝。上帝是大有气力的上帝，就算做是咱看做歹、看做真负面的苦难，当上帝若进入到咱生命内底。永远会当通过咱所经历这个来显明伊的作为，显明上帝荣耀。我想这是基督教信仰咧看苦难的是一个真大的无共款。西罗亚是受差遣的意思。咱在座除了西罗亚合唱团的团员以外，咱检查咱目睭拢是光明的。咱可能无机会通加入西罗亚合唱团，因规定爱视障才会使。总是若是对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咱每一位拢应该是西罗亚的成员。西罗亚是互上帝差遣的意思。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上帝的囝儿，咱嘛拢是领受上帝差遣的一个人。咱嘛拢爱领受西罗亚这款的使命。用咱生命的经历，检查是正面，检查是负面，咱拢会当安尼来帮助别人，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我要用一个例来做一个结束。这是一个牧师的例，伊这个牧师叫做陈博文牧师，陈博文牧师。伊伫14岁时，伊真特别啦，我先讲伊特别的所在。伊是长老教会第一位坐伫轮椅顶悬来服务的牧师。因为伊14岁是有得到脑炎，所以对到伊的行动无介方便。即款的病症哪严重？一开始是爱举一支管仔，后来爱举2支管仔，到愈严重的时，就爱坐伫轮椅顶悬，甚至讲话嘛无介好势。总是伫一届聚会内面，我有看到伊差不多20几冬前啦，我伫南部的是一届聚会。迄届聚会是啥物款聚会？我已经袂记得，已经20年。总是我对聚会内底所拄着的这位牧师印象真深，因为伊是坐轮椅，互人扛到台仔顶来致辞伊致辞的时，伊安尼讲，伊讲感谢上帝，互我拄着即款的病症，互我会当搁较侪去了解。这身体有障碍，机体有障碍，这人因实际情形是啥款？
我想咱大概拢会当了解吼，咱若无真正经历过，其实咱真歹了解因实际困难是啥物。所以这个陈博文牧师，伊除了毕业了后，伊除了伫教会牧会以外，伊嘛真专心投入伫关怀这残障的人士，关心因的需要，甚至伊得到真好的肯定，有做不分区的国民代表6档的时间，真专力在推动身心障碍服务法福利法帮助这有障碍的人，免啊伫因的生活内底得到好的照顾，得到好的帮助。有信仰的人在面对伊性命的苦难的时，一个真无共款的态度。无认捌上帝的人，拄着苦难的时，检采就是埋怨，检采就是自暴自弃。总是有信仰的人，也当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伊所拄着的苦难、困难。伊知影上帝要用这来帮助更侪人。我想伫咱的身边，有咱有看到侪即款的例咱教会的谢明远执事伊嘛用伊的性命来为上帝做真水的见证。我想侪人拢为咱做一个真好的一个示范。性命的苦难，咱检采无法度用咱的逻辑、用咱的头壳去了解，为什么会拄到这款的苦难？总是圣经甲咱讲，无论是顺利、是祝福，还是性命的苦难，咱若会当交托给上帝，专心倚靠上帝，那呢，这拢会当用来见证上帝作为，见证上帝荣耀。我想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和咱短短来分享，愿咱每一位嘛，拢有这款的心志，讲我愿意互上帝来找见，我愿意行这西罗阿弟，互上帝派出去，为上帝来做好的生命的见证，来祝福更加侪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的提醒。主，侪时阵，阮生命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阮会低到灰心失志，低到失去愿望。主，阮特别恳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阮，因为你甲阮讲，阮虽然会拄着苦难，总是你已经卡赢这个世间，你也要陪伴阮经较赢阮生命的苦难，也通过安尼，阮通搁较侪来认捌你，搁较侪来见证你的恩典、你的快乐。主，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互阮有这款的心志，阮也愿意受你差遣，伫阮逐人生活的所在，为你来做好的见证，通引带搁较侪人也通来认捌你。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